出去一下哦。某某，你爱去哪边？啊？我说你爱去哪边？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找亮亮啊。哦，这样啊，路上小心哦。彤彤姐姐，我也要出去哦。你也要出门啊？你爱去哪边？我要去我朋友家。哦，好吧，拜拜。啊，大家都出门了，我一个人在家好无聊哦。哎，我可以去找果冻姐姐啊！喂，果冻姐姐，你到哪耶？我说你到哪耶？你在哪里呀？哦，下午茶，我也要。哦，好，我知道那里。OK， 待会见，拜拜。耶，我也要出门玩了。你到哪耶？你在哪里？你到哪耶？你在哪里？点点，你到哪耶？我在上厕所。哦。点点，你到哪耶？怎么还没回来啊？我在洗手。哦。点点，你到哪耶？再不回来，点心要被我吃光了哦。不行了！彤彤姐姐，你为什么要一直问我你到哪耶？哎呦，因为人家想赶快看到你嘛。你到哪耶？你在哪里？你爱去哪边？你要去哪里？某某，你爱去哪边？我要拿东西去给小蜜呀。那早点回来哦。某某，你爱去哪边？我要去找亮亮啊。好，记得回来吃晚餐哦，拜拜。你到哪耶？你爱去哪边？2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克鲁来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来了。